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Lily 靚盤推介時段啦。今日新收咗一間凱旋門嘅一房連儲物房，仲可以睇到開揚海園景嘅優質單位，想誠意同你哋推介。記住登入我嘅 YouTube 頻道 Lily Shum 沈浩利，撳訂閱 subscribe， 然後撳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每一集精彩嘅內容啦。今次要同你哋推介呢間限量放盤嘅海園景房半單位，係位於凱旋門觀星閣中層 F 室，實用面積420平方尺，一層係有8伙，附設有3個升降機，而佢位置正喺呢一度，我哋一齊入嚟睇睇啦。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尖沙咀九龍站附近一帶嘅筍租賣盤同埋成交嘅話，歡迎訂閱我嘅 YouTube 頻道 Lily Shum 沈浩利陳浩利。多謝你哋嘅支持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